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頓吹水拖。呢條片呢，就同大家傾下巴西啦。巴西喺今日嘅淘汰賽16強啫，真係16強啫，1-2輸俾挪威出局。我首先想講嘅係呢場波輸波呢，即係個責任都主要在於，我覺得安察洛提上一場對日本晉級贏到晉級，佢係有 credit 嘅。但今場我覺得安察洛提係有責任嘅都，即係咁講啊！一開波應該我咁講，成場個控球率都係挪威佔優。挪威係全場控球，即係知道自己係咩，即係唔似得上場日本咁樣，或者咁講啊，比日本上場日本好，即係佢哋成場好主控住個形勢。我對自己嘅控制控球有信心，就成場基本上主控。即係臨完場嘅時候，有個 FIFA 有個數據。挪威成功傳球成接近600次，巴西得個200幾次。你作為一隊曾經攞過5次世界盃冠軍嘅球隊，踢咗全場，對比對手成功傳球次數得個1/3，咁即係證明其實上半場已經係啊，你唔多點樣搶到人哋個波，人哋控球在嘅時候，你即係簡單嚟講，逼搶嗰個策略係唔急，係冇效嘅，搶唔到個波返嚟。而你控球嘅時候，究竟即係你控球咁少，如果你話你有啲有特別入肉嘅攻勢咧，其實數埋咧都算有嘅。巴西入肉嘅攻勢，算叫做有3嗱，個12碼上半場。基馬利斯嗰個12碼唔入啦，下半場即係臨尾嘅12碼入咗啦，仲有中間嘅有個單刀就把握唔到，咁你當轉有3個機會啦嚇。但喺咁重大咁緊要嘅一個即係一個場口一場比賽，你完全控制唔到戰局，俾人成場基本上人哋控制住戰局圍住嚟猜嘅話，其實係好耗體力嘅。即係簡單嚟講，即係用之前一場嚟比喻，摩洛哥對荷蘭。荷蘭其實係唔擅長踢防守足球，或者佢應該自己大膽啲進攻足球，但係佢就成場退守，即係開始擺個3中堅出嚟，成場退守，唔要控球，結果守到尾段，隊波就已經冇晒體能。你甚至乎守到連法蘭基迪莊都接近抽筋，冇晒體能要換走，咁你就可想而知保守，即係呢啲叫做荷蘭呢個主動性保守啦嚇。巴西今場好明顯叫被動性保守，即係人哋控住個波嘅時候係完全搶唔到嘅，咁即係個逼搶嗰個形勢，或者逼搶嗰個戰術嗰個部署係做錯咗，或者叫做得唔啱。即係究竟人哋邊個位係弱點，或者邊個位係強點，你應該點樣守？呢場波係做得唔好，呢個第一樣。安察洛提我覺得呢個第一樣做得唔好。第二樣，你換人嗰度點解？即係你想加強進攻 ，OK， 換進攻球員出嚟 ，OK， 冇問題。但點解你會換安迪力呢？我想問下。我本身作為一個巴西球迷，我一直都覺得安迪力呢個真係我唔明點解，即係我唔明點解一定要用佢。即係巴西過來嗰啲輿論啊，咩啲球迷啊，啲媒體啊，係咁喺度吹噓話佢有幾勁，應該俾佢正選。但係我睇過佢呢幾場，即係我之前嘅唔講啦嚇。呢幾場世界盃我睇佢上陣，真係冇乜特別。即係你話要喺前邊作為前鋒開山劈石又唔得，
你話佢即係啲技術點好又唔係幾好，即係好似呢波咁樣，即係我啱講呢波咁嘅單刀咁樣，雲尼素斯直線俾你，你控下控甩嘅，控甩然之後左腳擒滾水淥腳咁擒青咁啊篤走咗，然之後篤到出界。我唔明白，即係巴西入邊國內啲媒體啊，同埋啲民眾嗰啲輿論嗰啲係咁吹噓佢有乜嘢？即係嗰啲人嗰啲吹噓佢嗰啲啊，應該切腹啦佢。而家巴西咁樣出咗局，你換進攻球員出嚟，咁你唔係應該換有個穩陣啲嘅？雖然話泰亞高都係即係腳底功夫都係麻麻，即係個比較粗糙，但係你要攻嘅話，咁你上一場都係我都話我上一場都講，你贏日本都係兩邊斬嘅啫，兩邊斬咁你唔係應該揾個高大嘅中鋒嘅咩嚇？點解你換嘅話換安德烈出嚟 ？OK， 安德烈都算啦。第二後邊再想加強進攻嘅時候，你換尼馬出嚟，呢個真係好值得講啊！尼馬出到嚟，真係好明顯已經真係老態盡現㗎啦。佢出咗嚟冇乜貢獻嘅，除咗係咁喺度犯規，然之後係咁喺度同對方球員鬥氣，嘥自己球隊嘅時間，嘥巴西嘅時候，好似同人哋鬥氣嘅時候係輸緊2-0嘅喎，輸緊1-0、2-0，佢好似理直氣壯咁喺度同人哋鬥嘴啊鬥氣，最後尾個12碼都係㗎，喺度射嘅時候喺度口噏噏咁樣同個龍門鬥氣，你鬥乜鬼氣啫？而家你輸緊波啊，撲街！你唔係贏緊3-0啊，所以我好 Q 真，好即係佢職業生涯，即係尼馬到咗職業生涯尾段，我真係越嚟越 Q 真佢真係。你老尾你而家輸緊2-0，你射12碼仲要同個龍門喺度鬥嘴，喺度浪費時間，喺度口噏噏咁樣，唔知做乜柒。你快脆射入佢，然之後即刻執波開波啦！佢唔係喎，佢喺度浪費時間咁喎。我頂佢個肺真係，即係如果所以我就話講起尼馬呢個都係尼馬入選本身都係已經，我覺得已經都係一個錯誤嚟㗎啦。佢場上有啲咁嘅表現，你咁樣仲要揀佢入嚟，呢個都係安察洛提嘅責任，我覺得。即係如果你話國內嘅輿論又好，咩媒體又好，強烈要求一定要帶上尼馬嘅話，我都話咯，呢班人應該要切腹。有乜理由帶個咁嘅球員？老態盡現，仲要喺度臨尾嘅時候，球隊輸緊2-0，兩球波嘅時候，仲喺度浪費球隊時間，喺度同個對方龍門鬥嘴。你快脆射入佢，然之後開波好過啦。喺度攞乜鬼費時間呢？賽後仲要好即係所謂嘅好咩？即係好似扮晒感人咁樣話，我退出國家隊啊！哇！我真係頂你個肺啊！真係而家，即係你係為球隊好嘅話咧，你就唔應該咁嘅死樣表現啦。又係咁犯規，又同人哋爭執浪費時間，然之後又攞到12碼，又喺度口噏噏浪費時間。哇！如果真係，所以巴西而家有咁嘅輪到咁嘅田地咧，而家即係一下不如一下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真係。即係之前朗拿度啊、李華度啊、朗拿甸奴嗰啲真係好太多，真係冇好講，真係。有乜理由咁樣嘥時間，嘥自己時間，真係。所以嗱，安德烈又好，尼馬都好，都係無啦啦安察洛提要揀嘅。我當安德烈係一個後生仔，你帶上去好經驗。尼馬一個老態盡現嘅人，你點解仲要揀佢？你係揀祖奧帕朵啦，係嘛？仲有你換人，你一換個真係啱過去呢季喺英超射手榜第2位，即係同對面嘅今場好明顯係神鋒嘅夏蘭特爭緊射手榜喎，佢排第2啫喎。所以我頭先都講泰亞哥係粗糙咗啲，但係你要進攻，你唔係應該換個即係有狀態過去一季聯賽有狀態、身高夠嘅
同你即係鬥冚啊鬥撞嘅咩嚇？你換個尼馬出嚟有乜用啊？我想問下。到咗而家 OK 出咗局，即係你啲責任，所以我就話責任咧就真係安察洛蒂一定要孭嘅，真係。當然佢而家續咗約，要到未來4年週期都係佢啦。但係我真係好想睇下佢會未來4年巴西會點走向。另外一個就係、真係網上有人統計過，卡斯美路無論喺球會表現幾好都好，返到國家隊係冇乜作用嘅。今場波亦都顯現到出嚟，真係卡斯美路當年喺皇馬連攞幾個歐聯冠軍嘅時候，18年喺巴西國家隊都係俾比利時淘汰出局8強，然之後22年上季上一個22年嗰陣時佢去到曼聯未呢？我唔記得咗。嗰陣時就都係8強，俾克羅地亞淘汰，都係冇乜決定性作用。即係卡斯米路都係麻麻嘅，即係所以呢個都算係一個比較奇怪現象。當然啦，巴西亦都中場都冇人揀添啦，即係人才已經凋零到咁嘅，真係已經。所以真係我即係今次16強出咗局，未來4年其實都前景都比較暗淡啊！巴西真係就阿肥安咁樣揀人，咁樣浪費時間，咁樣嘅調動，真係上一場俾啲 credit 佢，今場真係一定要安察洛提孭晒飛嘅，真係。唉，未來4年仲係佢執掌，都唔知有乜希望啊！真係巴西真係灰，真係繼續沉淪都唔知咩階段啊！真係。今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真係好灰啊！巴西出局。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得啱聽嘅話，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。